是咱命中注定，离开你是咱前世命。今生唱的歌是对前世人，着伊影响。爱着你是咱命中注定，离开你是咱前世命。只有在梦中，咱才会好来作伴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澎湖的土生土长的宜兰小孩啦吼。大家看这个形况，感觉哇，这是龙膜吼，不是啦，歹势，我是做音乐的，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。大家有听过一条歌叫做《天顶的月娘》无？这条歌是我的作品，还有王世贤的命中注定，包括港辉二姐、黄以玲、施文彬、李玉君，包括于天天哥，他们都唱过我所写的作品。若要知影更较侪我的音乐故事，若要想要听我唱歌唱更较侪好听的歌，拜托的收看咱的电视《心所爱的歌》。我知影伊向阵有写一条歌叫做《天顶的月娘》，我想啊，这应该是一个看起来足斯文的人，叫看哇，看到本人了，讲哇，无共款，就是他的心思是真细腻的啦，才有差不多写出这样柔的歌。嘿，唱歌的时候，当然啦，摇滚的歌唱落去时阵吼，哇，伊的 power 就是足大的。那抒情歌伫唱，也是讲有当时会唱这个《望春风》，像这种唱抒情版的时阵，爱唱起来时阵就会很细腻，跟观众的对话，就很感性。潘哥实在遮久我感觉有一段时间的时阵，因为你的声，互人感觉都是足粗犷大白的。不过唯有一段时间是你的声是上水，我感觉是上水的时段，就是你。第一块唱片要录音的时阵，你甲别人改掉，迄声足水的，真的。所以我要甲你讲，潘哥，迄食较少的。欠你的感情多，一世人要用青春摕来陪。你的心遐呢冷。这世间有啥人亲像我这痴情？一暝一暝的相思，浮浮沉沉放袂离，一摆一摆。举脚看，流星哪会这无伴？天顶的月亮啊，你敢有在看？看阮的心肝，为何在做正？天顶的月
一声，望伊会知影，唔通予我孤单。你的心遐呢冷，你的爱遐呢重，这世间有啥人亲像我这痴情？一暝一暝的相思，浮浮沉沉放袂离，一摆一摆掠头看，流星哪会这无伴？心肝，为何在做疼？天顶的月亮啊，我轻轻叫一声，望伊会知影，唔通予我孤单。你敢有在看？看阮的心肝，为何在做疼？天顶的月亮啊，我轻轻叫一声，望伊会知影，唔通予我孤单。天顶的月亮啊，原作词作曲家主唱潘芳烈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少年的时阵是几岁离开宜兰来到台北？大概是你国中毕业的时阵，阮这庄脚囡仔吼，向往啊，哦，较想讲要较望要去都市发展啊，所以我国中毕业，我考试就考来台北。我是读建筑的，结果不务正业啦，啊，怎啊行入去音乐这道？嘉仔，嘉仔，你有行过来这道？台湾虽然减一个建筑师，但是加一条这么感动人的天顶的月亮啊，加足侪足迄道的歌。因为我感觉安尼啦，运气好啦。这条歌其实当初是要江蕙、二姐所演唱的。迄当阵的制作人吼，大和老师，啊，我摕2首歌互江蕙。啊，二姐听到天顶月亮真介意，但是迄当阵的唱片公司的头家娘讲，这条歌无适合江蕙二姐所演唱。所以迄当阵，即个郭明玉郭姐，甲我买另外一首歌叫做《看破的梦》，嘛是有收录伫江蕙的专辑内底。啊，即个陈进兴老师，就是写《掌声响起》有一个陈进兴老师制作人，伊就甲我收这条歌，去互徐俊纯听。真纯一听的时阵讲，啊，这条歌嘛，素素袅袅啊，无什么真有感觉的，吼，伊就讲敢好。陈老师就讲：“你稍等我一下。”伊从小可甲阿润去甲编曲以后，一出来天顶的月亮啊，徐俊纯讲伊起鸡母皮，所以这条歌佮加上陈进兴老师的编曲，加上徐俊纯伊个空灵的声音，啊，佮拄着我这个
普龙讲的作词作曲，唱述这条机会才叫起来。老师，你应该唔知影讲江蕙二姐落尾手真后悔吼。哎，我唔知咧。其实我嘛唔知，我是以为啦。本来读建筑的，行对倒一方面，拜什么老师，倒一种的场所，开始才发到进入这个流行音乐界。其实我是真早就开始有拢咧耍乐器啦，吼，弹吉他，一直到这个民国77年的时阵，就是1988年吼，咱这个台湾有一个乐器公司去办一个这个全国的热门音乐大赛，我是去参加第2届。迄当阵第1届有送，第1届有张雨生，有东方快车姚可杰，有这个台正宵，阮第2届有这个杨培安，我去参加比赛，我无得奖哦，我嘛无得名哦，是我的先呢，我的老师马兆俊老师讲要找这个人，这个少年的袂歹，怎啊甲我叫来伊的身躯边，当初我是要出唱片的。对啊，你他拄啊讲，迄逐个嘛出唱片啊。系啊，佫拢红甲安尼哦。马兆俊嘛写足侪歌嘛，《木棉道》啊，《擅长电影》啊，《风中的早晨》《微风往事》，包括我要的不多。伊讲伊嘛属幕后，行喺幕前，对无？所以伊嘛讲，无你吼，一工你就写一首歌教我就好啦。伊嘛是我真侪磨练呢。我较早是做华语唱片的嘛，我是拢写华语的歌嘛，包括讲林志颖啊、姜育恒啊、于天天歌。我拢有帮因写歌，就是有一天吼，有一个足奇怪的感觉，我去听到潘越云的歌，潘越云有一条歌叫做《正义这条路》，还有林强的《向前行》。台语是我的母语，遮尔水的语言，我生也无用台语来写歌，我才开始创作这个咱台湾的语言台语的歌曲。老师，你改落用台语写，是，敢有拄到什么阻碍？算运气好，迄当阵的唱片公司的唱片业啦，嘛算讲几乎逐地做，逐地拢迄倒啦。我拄开始写的台语歌吼，较属于即个华语味。你看，包括即个《天顶的月亮》，伊听起来嘛毋是讲足传统的迄种台语歌，包括讲我写王世贤伫滚石唱片的第1条歌叫做《伤心的话》。迄条歌嘛较属于毋是传统的本土的这种台语歌曲，所以迄当阵我算运气好啦。应该讲迄当阵的唱片哦，这业界嘛好啦包括咱这个买唱片的这朋友嘛好，包容力很大，应该是安尼讲。加上迄当阵林强的向前行，福特啊、小福德、华西街的一蕊花，买啊500，搁出来，我感觉讲哇，这台语歌是一个。非常水、非常好的一个语言，我才开始来写台语歌曲。马爷马兆俊老师，是迄当阵针对你安尼改变线路，敢有甲你讲啥？伊捌去参这个施孝荣主持一个音乐节目，师兄嘛，就是唱迄个《归人沙尘》迄个师兄。伊捌我有听到，伊讲这阮徒弟啊写的，伊的开口就是安尼。听到目屎喊啊滴落来，讲啊。阮老师嘛肯定我啦，讲天顶月亮这条歌嘛无漏开。伫咧迄当阵吼，一条过一条拢真发挥，是包含讲伤心的话，落尾手的命中注定。迄种大调的歌呢，老师，安尼应该是大家都烧钱邀请，烧钱甲你争取讲，紧来写歌来啊，敢毋是？对啊，真济啦，因为迄当阵的唱片业吼，要算真发达啦，大家做。几乎拢趁钱，是啊，真侪人咧问我，这几年我想拢无创作，拢无写歌出来，并毋是讲我的创作力有去减去，也是讲我读个小可反应较无好，毋是，是因为即马做音乐的人拄着一个困难。你知影即马的台语歌，只要你写出去，你的歌、你的作品出去，拢是买倒转的。今日你帮我。潘宏咧写一条歌，我唱片公司我要决定要用你这条歌，歹势，我予你5万块，输甲曲。但是这条歌甲你这个作者从此以后牵过来，无任何的关系啊。所以我就感觉讲，我无迄个心去直接写台语歌伫遐流乱。有买倒转甲无买倒转，对作者来讲，
应该是争差真大对无？非常的大，你看嘛，买倒转，你这条歌5万块，你的事甲客买倒转，你后壁如果讲这条歌有 hit 到，后壁的收入可能超过50万，对无？甚至100万、200万、300万，拢有可能。但是你买倒转，这甲你完全拢无关系。这条歌红无红，歹势，无你的代志。咱嘛毋是怪唱片公司啦，咱嘛知影讲即马唱片根本足歹经营的，出一地哦，爱了一地啦。啊，佮伊即个人事开销啦，吼，做录音室的钱，制作唱片的钱，其实唱片公司嘛为难啦。啊，讲实在，啊，作者嘛为难啦。像我真侪好朋友，像讲迄当阵来上节目，东翔林东松，嘛甲我真好，阮定来做伙。伊即嘛敢若亲像就是你上班共款啊，做镜的。对啊，我若讲做镜有真心酸啦吼，写歌用做镜的，我觉得那我就甲安尼，袂，我袂写，我尾就转落去写一寡阮宜兰县的歌曲，包括讲你106年，阮宜兰有承办即个全国运动会，迄条主题曲。看见台湾，看见宜兰，就是我作词作曲，啊，我制作我演唱。中学东路的路边，看到别人双双对对，予我想起过去的滋味，肥自己目屎滴。当初的你爱甲遐尼亲，将我一切拢交予你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？要将你放袂记，怎奈会无勇气？因为爱你爱到痛入心，起起落落的变化，情爱不停的心肝，对我人无客转。想要将你放袂记，将你的背烧起，当作分开纪念日。从今以后，你甲我惨无够，水。中学东路的路边，看到别人双双对对，予我想起过去的滋味，肥自己目屎滴。当初爱你爱甲遐尼亲，将我一切拢交予你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？要将你放袂记，怎奈会无勇气？因为爱你爱到痛入心，起起落落的变化，情爱不停的心肝，对我拢无客转。想要将你放袂记，将你的背烧起，当作分开纪念日。从今以后，你甲我惨无够。将你放袂记，怎奈会无勇气？因为爱你爱到痛
痛入心。起起落落的变化，情爱不停袂心花，水看人无卡纸。想要将你挽回去，将你的皮烧去，当作分开纪念日。将今以后你甲我，参无到水无来。老师，咱甲算算诶，是你伫咧台北流行音乐界写歌吼，写10外年呢。哦，10多年有哦，对。啊，无共款的歌手一定有无共款的开口啊。是。像讲王适贤，迄命中注定，迄你踮外口嘛唱甲无爱唱啊，迄嘛另外一条代表作，啊，你是安怎样去甲设定？其实命中注定这条歌是有，这是有真人的故事的，这是甲生死离别有一条歌。我讲这条歌的，我安怎去创作这条歌？因为我有一个厝边啊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伊是我自细汉一直大汉做伙大家好朋友。因为我有开一个小小的那个烟庆会店啦，歹势蓝调酒吧，蓝调酒吧，哈，啊，讲无要紧。我伫遐唱歌，我有做一个乐团演唱。结果我这个朋友，因太太，伫37岁的时阵。胃痛，无去检查，结果有一天痛甲袂动哩啊，走去病院检查，胃癌第4期的。结果经过半年的治疗，因太太37岁往生去。阮这个朋友，逐工伫我的酒吧内底坐遐，你放紧的歌，伊嘛哭；放慢的歌，伊嘛哭。我讲，我看着嘛真唔甘啦，伊真痛苦，所以伊要甲家己灌落酒醉，逐工拢醉茫茫、醉天天安尼，伊才有法度去袂记你讲，因太太离开伊这个事实。当初我看到这个情形，我甲这条歌写起来，你看嘛，爱着你是咱命中注定，但是哦，离开你哦，是咱前世的命，对无？这世人伫唱的歌。是对顶世人都已经写，你看这偌悲哀。我若要甲阮太太搁见面啊，只有伫梦中，只有在梦中，咱才有缘过来作伴。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，偌痛苦的，对无？所以讲到这当阵哦，这条歌有当时我嘛无啥敢唱，尤其是你的面头前，我更加唔敢唱。甲打代志，这条歌是2002年，王适贤，迄当阵就为这个金曲奖的这个最佳方言男演唱人。2002年到这当阵已经22年啊。甲打，伊听到这条歌，伊目屎往那插到顶。真正深情的人，啊嘛是真正深情的。是。不过老师，我要讲一个。较现实无情的代志，是毋是差不多写到命中注定这个时阵，开始台语歌的起草，都帮盘啊！而且讲，你头拄仔咧讲的，开始有个唱片公司就甲你讲，你歌要买倒转的呢。这条嘛是买倒转的，但是因当初互我介绍真好啦，啊！但是足侪人啊讲，这条歌会对，这条歌一定会对，你唔通买转。但是当阵唱片公司内底的人员就甲我讲。啊，如果这嘛算爆料啦，哦，这条歌如果我若甲你买倒转，我要摕来主拍；如果我若无甲你买倒转，安尼我都唔知会摆第几条啊。啊，就是安尼啊。这条歌是我的心血的，我写我的朋友，迄真正是人讲，哦，迄真正是曲后，人讲曲后哦。结果这条歌我想要唱嘛，无法度唱。老师就买唱，嘛是家己有行来无情。摇滚的大裤带，还有江湖两块专辑，内底有一条歌叫做《我将生命全部交予你》。啊，不过你家庭幸福的人，你又搁是咧写啥？其实江湖这地有3部曲啦。第一条歌江湖就是讲，少年的时阵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去误入基督啦，
做不好的代志嘛。吼，啊，让阵咱拄对宜兰来台北发展嘛，吼，咱就是戆戆啦，莫讲戆戆啦，较单纯啦，就是敢若我迄当阵内底有一条歌叫《春风少年兄》，我迄当阵就是感觉家己就是一个春风少年兄，结果来读册，啊，就交了一寡朋友嘛，啊，毕竟啊，台北确实比宜兰较复杂啦，啊，就有一寡较无好的朋友啦。啊，所以才有江湖这条歌。啊，你即马江湖你讲混一段时间，你嘛小可有淡薄仔成就，啊，小可有趁到钱，你会走酒店。咱知影酒店这个物啊，会互真侪迄样阵的少年囡仔哈，算讲戆去啦，戆山。吼，啊，咱所赚的钱，咱所有的一切拢去交予伊，但是。唔知影讲，伊对咱就是一个佚佗物仔尔嘛，对不？所以我将性命全部交互你，你说甲我当作无值钱，啊，你说一步一步爬上天，对不？迄有足悲哀呢。我将性命全部交互你，你说一步一步爬上天，将阮的爱当作下贱无值钱。明知影自己爱着你会死，犹原留恋你要人的香味，因为我将生命全部交予你。要来做这个节目进前，我就是讲，这条歌我到底是要唱啊，无爱唱。这唱了到真正拉目屎的时阵，哇！大家唔知安怎想，讲咱一个这个人啊，生到这个型的，啊，唱歌唱到会哭。这么亲情。我会惊啦，因为毕竟讲。咱做音乐的人吼，讲实在，我们的感性哦大于理性啊。有当时吼，我们理智线会断掉，我们就是因为太感性。尤其你去爱着一个人的时阵，对不？无法自拔嘛，爱着较惨死。到底你是到当时江湖的路，才决定打动？拄着马爷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我的朋友哦，甚至有人就是跟咱做伙，有人去抢劫，互判7年。我那伊甲我讲，啊，你有跟因做伙无？我讲无咧，迄天我无跟因做伙。俺都加在啊。啊，就好加在。迄人阵我才讲吼，我讲啊我若跟因做伙，互掠去关7年，我第一点，我要安怎对阮厝内许多人交代。过来，我要安怎对我家己交代？好佳在，我爱音乐，我才去组一个乐队，去参加这个全国的热门音乐大赛，去对着马爷。才开始从此以后，我才对你的身躯边，才去熟悉夏春阳、夏哥、林志颖的经纪人，何青琴何老师就是江湖爷巨摇行片的制作人。陈进兴陈老师就是做许茹芸的泪海啊，是做天顶月娘，我才熟悉这个贵人。啊，还有张永强张老师，这个老师拢对我足好的啦，大家拢对我足好的，所以我讲好佳在，我讲天公伯真疼惜我，互我一路安尼行来顺顺时时，回去我的故乡，我顺利去找着阮太太，生3个囡仔，啊，即摆佫有3个孙。我绝对相信爱情这种物件，啊！但是我绝对相信缘分这种物件。你知阮太太嫁我的时阵才16岁尔咧，生阮大汉查某囝的时阵才17岁，所以阮太太甲阮大汉查某囝的这个出生这些月日啦，是同款的。年数当然差17岁，但是生日迄个月甲迄个日是一模一样。缘分。所以阮安那大吼。就是你满17岁的时阵，生阮大汉查某囝。啊，你写的歌嘛是17岁。哦，林志颖的啊，17岁的雨季啦。这条歌听讲今麦搁咧替你趁钱。对啊，这条歌吼无小满啦，甲这2-3年啊啦，拢还阁有非常好的成绩。不管讲你迄个中国大陆也好，伫咱台湾也好，还阁真侪人会晓唱这条17岁的雨季啦，算运气好啦。
打拼，怨我都市路歹行。虽然生活算苦痛，总是忍耐为着好名声。想起爱人的笑容，怎样艰苦无算啥？失去真正的照顾，我的成功袂予你失望。少年人唱歌大声，风雨也唔惊，唔通浪费白白行，强加协会无人听。唱一条青春恋歌，才搁才歹天注定。人生的路输甲赢，留予别人去谈拼。来打拼，怨我都市路歹行。虽然生活算苦痛，总是忍耐为着好名声。想起爱人的笑容，怎样艰苦无算啥？想起真正的照顾，我的成功袂予你失望。唱歌大声，风雨也唔惊，唔通浪费白白行，强加协会无人听。唱一条青春恋歌，才可才歹天注定。人生的路输甲赢，留予别人去参听。唱歌大声，风雨也唔惊，唔通浪费白白行，强加协会无人听。唱一条青春恋歌，才可才歹天注定。人生的路输甲赢，留予别人去谈听。才来唱出这条歌，唱予我的子孙仔听。鼓励少年人认真来打拼，来打拼，来打拼。除了讲这个摇滚大口袋以外，我还有另外一个 EP 3首歌，其中有一条歌叫做《江湖》，我足想要来唱，大家听看卖。哎呦，好不？老师，会使咪来，我来。社会草丛着你行，为情为义为阿兄，举刀举枪四界拼，啥人敢讲我是男烂囝？举头三笑有心明，是非后背爱分明，歹事做尽有报应，回头是我事业成。当路歹行，一了落去就无性命。天大地大，我上大，打死的人啥物拢唔惊。当路歹行，一了落去就无性命。拍死无摕第一名，轰动的歌声，飘撇的有名。
江湖。老师，捌行过江湖的人，对，一听就冻着心肝。真的吼，你看内底写了一条：拍死无摕第一名，放荡的个性，飘撇的文明。这真是写这江湖中的人的一寡心情啊。真侪只行了江湖路有大尾的人是少数，是啊，毋过吼，大多数拢是安尼少年，啊，佫无啥捌代志，对人就拖，人就砍落，就了落行。对，你讲为情为义，啊，举刀举枪，死加拼。啊，迄拢囡仔咧拼啊，啊，对啊遐毋免拼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这条歌，相信有写到一寡人的心内话啦。音乐界吼，嗯，嘛是另外一个江湖呢。对，当然的，当然的。所以顶国政兄你甲我问讲，针对讲每一个歌手的特色，我是安怎甲写出来？比如讲蔡丽珍，伊新人嘛，我毋捌伊嘛。但是唱片公司会甲我讲，啊，阮即摆要做一个吼，伊的声大概就是什么款的，吼，伊是几岁，吼，啊，伊想要行的路线是啥货，啊，咱是去甲教伊安尼落去，帮伊定做这条歌。感情放水流这条歌，就是伊的专辑的主打歌。是是是。你当阵听到伊的声，包含讲特别写这条歌，到今仔日你家己本人来演唱，心情已经足大的无共。当然无共款啦，因为迄当阵，这条歌嘛将近要30年啊啦，20几岁写的物件，等到你50几岁活头要过来甲唱的时阵，迄个心态是无共款的。迄当阵可能还阁咧谈恋爱，可能阁为着真侪物件咧拍拼，包括讲为着事业也好，哦，是讲要做互亲情看，也要做互世大人看。拍拼真侪物件，但是到这当中我已经做阿公啊，阮孙都已经7岁啊嘛，我要阁想的物件无同款。伫20几岁，可能我生命中真大的部分拢是咧感情，但是我即摆56岁啊，我生命中感情对我来讲，就是唯一就是阮太太尔。我只要对阮太太好，我这段感情就是一直通行到老嘛。所以我免阁去操烦，我要感情放水流，我无可能放水流啊，对不？我无可能命中注定啊。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啊。包括我讲黄品源一条歌，拄则迄条青春恋歌，食老唱出这条歌，唱予我的子孙仔听，鼓励少年人认真来打拼，对不？我下辈人吼。唔敢讲要甲你批评指教啥，不过我真正看到一个音乐的龙珠伫咧宜兰安定落来。所以我讲感谢天公伯啊，哦，天公伯真疼惜我，哦，不但咱无死角差距，咱阁有小可有淡薄仔的成就，至少咱无造成社会一寡困扰嘛。老师，你是到几岁吼？才决心讲？台北遮的流行音乐界的工课吼，我要小可安尼甲放咧，我要倒转去宜兰，久长要大，是几岁时阵？大概是你24岁时阵，但是佫拖几啊年啦，无讲哦随想就随转啊啦。因为迄当阵我感觉住台北吼，我感觉即摆台北人足厉害，恁这在地台北人拢足厉害。我迄当阵感觉讲，我根本未喘气咧，我感觉即个空气哪会遮尔薄，啊这。哦，我唔知咧，我要停一个奥多摆，莫讲停车，我刚才要停一条奥多摆，我竟然连要停奥多摆位都无。我讲安尼个大咧，我可能会唔是死无就起笑。哦，我唔是你讲台北人真好，台北人真 OK， 我只是讲迄当阵我的心情。会下甲袂下尔啦。嘿啦，袂下。啊，就是讲啊，咱来转来家己的故乡。啊，结果转故乡真拄好，阮太太就爱着我，我就住哩遐。是讲南道东经一个酒吧吼，无遐好义气。当然，但是我甲伊讲，我生仔甲当还搁咧坚持，我感觉我有淡薄仔社会责任。如果我无搁做现场的乐队表演，阮罗东无乐队表演，阮罗东变做是音乐沙漠，袂使。就算我今日无趁钱，我嘛继续要坚持，我要伫遐演唱。包括真侪有名的人嘛有去我遐唱歌啊，真侪伊要办这个台湾这个巡回演唱会时，伊嘛会去我遐唱歌啊。
我他提供一个虽然无大间，国政乡捌去过，但是我他提供一个互大家他表演的所在，因为艺人需要的是掌声。你要安怎创作一个所在？要安怎创作掌声？要安怎互这个艺人去听到这个掌声？我就是咧做幕后的推手。我要继续搁咧经营，就是安尼。无，其实我已经免遐尼辛苦啊。但是为着音乐，唔敢讲是传承啊，唔敢讲是传承，但是我咧做我应该做的代志。其实吼，生意要上快乐的哦，就是听到因在咧讲，应该叫 feedback，feedback 就是回馈嘛。我今日咧唱这条歌啊，一个和弦弹落，一个音唱落，大卡有人哇，我无好笑的哦，我。伫唱乐队时，伫台下听我唱歌，流目屎的，绝对超过100个。安尼讲可能较碰风，但是我看到的，安尼嘛有哭到安尼屁话叫的，足济。你带你的乐团遮的兄弟吼，是安尼是加去喷，是加去发挥，是得到足济掌声嘛，得到足济目屎呢。对啊，其实吼，我就甲阮团的人讲，阮这团的遮拢甲我做20几年啊。我讲，咱有这个革命的情感，有一天咱4个人拢退休啊，你坐伫恁兜的碰椅，我坐伫阮兜的碰椅，咱会去想着咱迄两阵，咱拼来新北市，咱拼落去台中，台中市佫赶去高雄，高雄佫坐飞人机过来花莲，迄咱的革命的情感是无共款的哦。想着你会想要笑。虽然迄当时是真辛苦，因为你知影嘛，因这个交通咱等你讲的时阵，哇，迄规个人是足紧张的。但是你一唱完，你即马甲回想起来，哇，水很好，爽。我宜兰人讲的渐爽渐水。天色哪会这呢黑，连月亮嘛找无路，茫茫渺渺的前途，心内感觉真艰苦，向向要在一阵路，连天公伯嘛无照顾，今日台北人生烦恼，心内只有悲伤。目屎一滴一滴，已经滴落土。我伤心爱的查某，不知何时会当来相好。我将生命全部交予你，你所一步一步爬上天，将阮的。明知影出去爱着你的死，犹原流浪你迷人的梦暝，因为我将生命全部交予你，因为我将生命全部交予你。天哪会这呢黑，连月亮嘛找无路，茫茫渺渺的前途，心
心内感觉真艰苦，雄雄落着一阵大雨，连天公伯嘛无照顾，今日台北人生白路，心内只有悲伤含着笑误。目屎一滴一滴，已经滴落土。我伤心爱的查某，不知何时会当来相好。我将生命全部交予你，你煞一步一步爬上天，将阮的爱当作下针无值钱，别知影出去爱着你会死，犹原留恋你迷人的香味，因为我将生命全部交予你。我将生命全部交予你，你煞一步一步爬上天，将阮的爱当作下针无值钱，明知影出去爱着你会死，犹原留恋你迷人的香味，因为我将生命全部交予你，因为我将生命全部交予你。咱听到潘宏烈老师教会记人的人情，过去捌甲你照顾过的人，一个一个，你安尼笑甲遮清楚，一定才会前辈。若毋是有互咱机会，啊若无吼，就是有甲咱功夫对无？对，其实吼，我甲马兆俊吼马爷学着上济是录音室教人唱歌。其实伊足够教歌星唱歌的呢。你会当看伊讲，甲歌星甲讲你的家己。动音、轻音，安那放感情，安那要去唱这段音乐，哇！我感觉伊足够讲的啦。我伫边看甲讲，哦，阮这老师哪遮厉害？迄歌唱安尼唱甲讲，迄字有画面呢。迄歌词你听伊唱有画面呢。除了伊以外，你讲夏春阳夏哥，伊做林志颖，林志颖我那算是真迄倒的，甲这当中30几年啊。嘛是夏春阳夏哥一手甲捧起来，对不？你讲何进清何老师，光辉的酒后的心声，这个就是何老师制作的。施文彬的再会啦，心爱问的人，嘛是何进清何老师制作的。所以我伫因的身躯边，我还学真侪物件，包括你录音室也好，吼，包括讲你行销做广告也好，包括讲你帮艺人写歌也好。我对这大咖的，包括陈进兴老师，我袂记讲到；，还有一个人我袂记你讲到，蔡宗正，正哥连续3年的金曲奖的最佳制作人，他就往生去啊。伊签的人有上凡人二重唱，伊签的人有上张宇，这拢伊签的人，包括李玟伫台湾的唱片嘛是蔡宗正正哥制作的。我袂记你讲到伊，歹势正哥，正哥即摆已经离开咱这个世界啊。伊对我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。其实要感谢的人足多啦，张永强张老师、吴家祥吴兄，这拢是我对我拢有足有帮助的人嘛。过去捌唱过你的歌的歌手李爱琪，等到你，迄条歌现搁喊出来，30年啊，当伫伊的心肝内嘛。30年啊，而且迄当阵的编制哦，偌大你知无？迄当阵伊即个弦乐班啊。弦乐就是讲马林啦，吼，小提琴加即个有一个，咱做音乐有一个弦乐班嘛。迄样阵有一个大师
金马奖的大师，叫做张弘毅张老师，这嘛已经往生去了。张弘毅张老师，我去甲拜托，我张老师，我这有一条歌，我需要你的弦乐。张老师无第二句话 ，OK， 你甲 demo 叫我，哦，你甲迄谱叫我，马上编这条思念你的心。所以拄正，咱伫节目当中，我对着李爱琪，较早叫做李佳嘛，我熟悉伊时，伊阁是一个查某囡仔尔。我唔知影对这条歌是安那个思念你的心。亲像大海遐尼深，哦，我听到讲正经会感动咧。咱会感动就是讲，30年前的物件，是安那一个艺人，伊嘛是相当的红，伊哪会去会记这条歌？伊出的专辑一定超过20地、30地嘛。伊竟然知影这条思念你的心。郭正英，我有记得啦。到了尾唱吼。你真正有行到无情来出专辑呢？是。不过吼，现在已经唔是亲像少年时讲，要成名、要轰动，是要为家己过去行过音乐的路，做一个记录，做一个特别的交代，包含摇滚的大裤带，包含江湖。其实喏，我真欣赏讲有一个红的乐团，唔是讲哦因赚偌济钱我欣赏，唔是，no， 是因的音乐。他有更加侪人知影因的音乐，包括讲最近真迄道的告五人，告五人嘛是阮宜兰人嘛，吼，伊的歌手泽谦是阮即卖的歌手国华的好啊，伊的学生。袂红的时阵哦，逐个礼拜拢伫阮店诶帮因先的架鼓、斗鼓、斗装备。即卖伊是化水的建档的乐团的一个歌手呢，伊就是阮乐团的骄傲。啊，因的歌我无欣赏讲因今仔他赚偌济钱，哦，1亿、2亿、3亿，迄是我甲遮的会我有够用就好啊。我欣赏的是讲，伊伫唱这条歌的时阵，台骹大家拢会晓唱，迄种爽度，就甲你唱，我讲天顶的，大家就月亮啊，我就真感动啊咧。但是因的歌即嘛，这是我欣赏的所在。我欣赏500，因为伊的歌大家拢会晓唱。我欣赏。哦，包括你讲哦，沈文成沈哥也好，嘛是我的好朋友。伊的5月10日迄个舞，心事啥人知？漂泊的佚佗人，伊只要一唱落，大家拢有共鸣啊。我嘛希望有一天我通安尼。老师，你已经是安尼咯，尤其你做摇滚的大裤带的专辑的时阵，真正就是化水的建档，调度足侪一粒一粒乐手，拢来甲你做伴呢。这好朋友真正吼，确实爱感谢啦，有这个。周杰伦的演唱会御用的这个 keyboard 手2个，一个方云慧，一个 Ruby， 吉他手李廷匡，吉他手这种足有名的哦。歌手上江永正、导啊，赵传啦，吼，黄大炜啦，黄品源啦，歌手就是这个导啊，豆子，贝斯手小六，啊，还有这个 keyboard 手，我顶下讲过云慧嘛，我讲到一个足重要的人，这个朋友定定。去找我啦，董事长的阿吉，伫我摇滚大裤袋内底有一条歌叫做《糊涂男子汉》，伊嘛是免费帮我看刀呢，1块嘛无甲我摕。伊讲这个朋友咱需要甲听一下，所以伊嘛来参与这个摇滚大裤袋内底一条歌曲。所以我感谢这个好朋友华民主以外，阁有小静，甲因所有好的物件，拢用喺这张专辑内底，非常感谢这个老朋友啦。开讲来到这，郭正邀请你，甲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伫咱心所爱的歌曲头前，印一个，互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。老师请。老师请坐，老师请坐。音乐的龙珠对江湖行得来到宜兰，伫宜兰安定落来。老师未来，我相信一代搁一代台湾人会继续唱你所有这感动人的作品，因为阮拢会当体会你将生命真正交予音乐这项艺术。老师多谢你，谢谢感恩。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
老师虽然讲无继续写歌，或者你